節目一開始先來看這高雄小港的中油的大拿煉油廠，今下晡2點18分的時陣發生火災。在咧幾多公里外，就當看到這烏煙。初步了解是中油第5煤熱處理工廠油走出來才會導火燒，目前是無傳出到傷亡消息。不過，這個煤熱工廠是負責生產汽油等物件，敢會受到影響呢？這部分該等待調查結果。工廠凊火含一大堆濃煙，一直爩起伫天頂，連佇幾公里外攏看得到。消防人員緊急到場油水線來拍火，各界攏唔敢大意，因為這場大火發生伫煉油重鎮中油高雄大拿廠。火勢是伫個下晡2點18分的時陣出現，消防局接到通報了後，是出動12車40個人過去搶救。消防人員有真儕條水線加上無人機空翕巡查，落尾伫個下晡4點控制火勢。我是經過，看到烏煙，即馬拍袂火了看，即馬唔知是安怎。要寫偌久啊？哦，要一點鐘啊。要求他公安做好了，只要你來咧運作啦，啊是講咧天羅咧維修啦，希望你等我甲公安做好，大家細細做好。據我了解，導火燒的是大拿煉油廠第5煤熱處理工廠，疑似是漏重油造成火災。不過因為煤熱工廠是中油提升高價值輕質油品，親像汽油和丙烯的核心生產單元，敢會影響到生產。大拿廠副廠長講，閣要進一步釐清。違反工法32條規定，裁處10萬到500萬元罰鍰。目前風向主要為南風，污染物將往北方擴散。高雄市環保局是提醒講，火災造成的污染物主要影響範圍是包括前鎮和鳳山這區域，建議市民把門窗關掉，減少出外，做好自我防護來降低影響。記者綜合報道。